Hello，大家好啊！我係利嘉閣 Tommy 啊，今日咧帶大家嚟到九龍塘廣播道1號一龍睇一個蓮花園嘅特色單位。事不宜遲，即刻帶大家去睇一睇個單位。成個單位咧就同大家睇完啦，有興趣嘅話咧聯絡我，即刻帶你過嚟睇。